大家好啊！非常空間今集依然係表參道為大家深入淺出嘅介紹唔同類型嘅餐飲設計及香港嘅餐飲業條例。今集主角係一間純粹簡約主義嘅珍珠奶茶外賣店。根據食環署條例，招牌名稱同牌照上嘅登記名稱係可以唔一樣㗎，所以大家唔使擔心。如果要做一啲特別嘅符號或其他國家嘅語言做招牌圖案，成間外賣店除咗用上簡潔元素之外，喺周邊設備上都會見到有逗號符號。除咗掃上水泥特色油漆喺牆身上，亦都模仿咗日本知名建築師石上純也嘅設計手法。喺等候區亦都安放咗一張超薄嘅不鏽鋼面組成嘅暫食台，令到整體設計更加輕盈。特色牆上引用咗由著名荷里活演員 Matthew McConaughey Life is a series of commas, not period， 意思係人生唔係由好多嘅完結組成，而係一連串嘅逗點組成今日嘅你。大家留意返，如果特色牆係喺食物製造空間內或者收銀台後，就唔可以安裝凹凸太多嘅文字或寫符號，因為食物製作空間係需要平滑嘅牆身。以上咁多集嘅節目都係純屬個人見解，希望大家多多包涵。